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日本九州鹿儿岛的紫石市是真有名的温泉乡，唔有日本票选第一名的温泉，也佮有真特殊的天然的沙浴。但是这个观光城市也是闪袂过高龄化佮少子化，尤其是照顾长辈者，更加是将做地方政府上艰难的挑战。温泉业者为着要甲地方共存，积极雇佣在地人才，增加就业的机会。也为着要鼓励少年世代回乡，日本政府来创设地域振兴协力队，招募专业的人才，为在地注入能量。咱继续来看日本的地方安怎来创新，来抢救着这个消失的偏乡。若是天顶大海一望无际，搁看较远的所在有壮观的开门甲火山甲东海交接，日本九州三毛半岛的美景拢看有。紫石市伊不出奇玉手乡露天温泉，会使欣赏到180度无敌海景。自日本票选第一名的一日游温泉，平常时游客真济，因为为了尊重露天文化，采访团队特别提早伫营业前就拍片。紫石市伫日本鹿儿岛县三毛半岛的南边，是南九州最大的温泉乡，有美丽海岸，加上南国的风情，所以讲有日本夏威夷的外号。指宿市拥有全日本唯一的天然沙浴温泉，海边的沙子大约是80多度，而到了里面，沙浴场就会调整到50至60度左右。倒伫乌好的沙沟中，游客规身躯和出现的沙砍掉咧，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，大家规身躯拢是冻干。其实海边啊并无温泉，是后壁山顶流风地下泉尾流向海边啊，将这沙坡加热，形成高温的沙土。这款特殊的自然资源，变成流传300年历史的紫石特性。非常的舒服。他说刚进去的时候，就是沙子比想象中有重量，所以压上来的时候非常有实感。进去之后，沙子的温度刚刚好，然后身体马上就暖起来，感觉到自己身体血液有多了一个循环。虽然赤沙乌空，人客是一个对一个，阿腰差不多拢无休困的时间。33岁新留贤弟是土生土长的紫石人，伊到外地去食头路，8年前才转来故乡，加入观光行列。即摆嘛有搁较侪少年人介同款，做伙转来竞这个强要消失的故乡。这本来就是要体力的工作，老年人的话可能也体力跟不上，所以激励的招年轻人，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道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，然后像这种传统的那个日本的这种温泉的话，也希望年轻的一代一代能够传承下去。赵培文甲马仲玲是来自台湾的大学3年的学生，2019年8月响应南台科技大学甲紫石市合作协议。到温泉饭店实习半年，学生累积实践的经验，更加甲当地少年人有深入的文化交流。公司里面的风气蛮日式，蛮好的。遇到客人的话，一定会打招呼，不管是在饭店的走廊遇到的话，一定会停下来打招呼。我觉得这一点跟台湾的比较不一样。我有问过他们，然后他们说这边就是真的比较乡下。然后我就问说，那如果是市区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吗？然后他们就说没有，还是这边比较好。高中毕业后，他们就来这边工作。工作人员大概有380个人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人。当地的那个就业率高的话，税收方面也会有改善，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住宿的经费，就是整个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循环。就业机会稳定，少年人才留会调。温泉业者为了甲地方共存，共同分担责任。2015年，日本国乡镇启动地方创新计划，
继续市推广观光有成，外国游客数为43000人，增加到8万外人。这是青赢数字背后，人口老化危机犹原无解决。海岸边规大片的翠绿，继续市以种羊角豆甲蚕豆出名，产量是日本第一。寒天是荷莲豆大出的时，继续有天然地热，加上海风伫吹，荷莲豆逐粒就真饱甜，色水真青绿。不过因为少年人带袂调，在地产业受到危险。指宿市是鹿儿岛县的农业重镇，农业人口比例将近22%，不过他们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就高达了35%，因此高龄化对于农业发展来说是一大考验。指宿市的人从事农业的已经越来越少，很多没有后继者的农家，农地都荒废了。比起周围的其他农家的话，他觉得像他这样，女儿可以来继承的话，他觉得非常的欣慰。普通に買うよもね、なかなかこう良さそうなやつ。别囝两个人无因咧采收，57岁田田正义15年前转到继续做农，因为年岁愈来愈大，就惊讲无人继承，一生心血会拍远去。一直到29岁查某囝转来故乡斗三工，才放下心中的重担。即摆规球遐共同拍拼，嘛期待传统农业的转型，开拓更加侪商机。小さい頃から見てるので。回来是因为他从小就看着这个农业长大，如果没人继承这片田的话，就会荒废，他觉得很可惜。上一代里比的话，他们就是年轻人更多的是挑战新的事物，有很多人会在网上利用 SNS 贩卖一些农产品，然后能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指宿的他们家的那个农产品。政府部门为了让更多指宿地区更多人参入做农业，超过1年以上，他们会给奖励金，或者说新的就是做农业的人，他们没有知识的话，他们也会介绍一些可以去学习农业的地方之类的。走出农业困境，日本政府由中央主导，先放宽相关的法令，再配合食品加工加餐饮业，发展跨界六级产业，另外结合各专业领域人才，第一进行协力队，嘛为偏乡地区注入再生的能量。2009年，日本总务省推动第一进行协力队的制度，由地方政府招外地人入到人口较少的所在，帮助地方创新推行。10年来，当年拢有几千名队员加入。当地的人在这边看的话，就是他们就是一直生活在这边，所以看每样东西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看习惯的。然后外部的人的话，他来看的话，就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，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和什么有特色的地方。31岁高桥是来自日本中部的岐阜县，负责老厝甲农地活化的工作。伊所属的指宿市协力队总共有7个人，成员还有乌白做艺术家，重点商店街美化街路，青年人员就是宣传举办活动，和更较侪人愿意定期指宿市，透过第一进行协力队，帮助偏乡找人才，嘛吸引少年人紧留伫村坎。希望通过这3年能够做到帮助那个村落，能够帮助他经济上带来一些好的循环。然后3年之后，他任期满了之后，他还能够继续居住在那个村落，然后得到那个村落的持续性发展。鹿儿岛县的高龄化的话是在日本全国最高的，然后由于老龄化的话，社会保障费用，例如医疗和护理费用也会增加支出，和家庭带来了很多压力，导致那个经济的减速，然后间接导致那个税收会减少，然后地方和大都市的那个差距会拉得越来越大。对音乐伫做体操，社区老人中心逐礼拜对办聚会，指宿市公所提供辅助的工具，或者时代活动骹手锻炼身体。2009年，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老大人甲照顾好降低医疗照护的费用，较多减轻政府财政压力。元気
现在老人就是全国范围都很多老人，与其待在医院消耗医疗费，不如就是自己加强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锻炼自己肌肉。指数是就是要瞄准一个目标，就是不仅是健康，也是减少整个指数式的医疗方面的费用。人口危机是日本正在发生的代志，地方创新被当作是解决高龄少子化、提振偏向经济解决方法之一。中央甲地方政府整合资源，在地企业甲居民合作，全体总动员抢救消失中的故乡。这款的概念漂洋过海，看日本，想咱台湾，守护家乡，为创新甲改变出发。